流水主力贊助啊！車志健咧就聯同呢個奧海城啦，同埋我哋新城電台就攜手挑戰連續24小時踏單車產生最多電力嘅呢個健力士世界紀錄㗎。歡迎大家出席今日由屈臣氏蒸餾水贊助嘅堅持綠色信念，踏破世界紀錄嘅啟動儀式。好，預備，1、2、3，開始！踏破世界紀錄啟動禮開始，各位加油啊！入邊除咗咧有運動員咧，即係必須嘅就係補充